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咧，我哋會去講一講咧長方形嘅周界，唔知同學仲記唔記得咧？首先我哋要去揾出以下呢幅圖片嗰個嘅周界咧，我哋要去揾長度。除咗長度之外咧，仲要去揾咧闊度。而一樣物件嘅周界咧，就係佢嘅外圍圍住嘅長度。所以咧，呢一度只要將長加闊再加長同埋闊，咁樣咧就可以揾出啦呢盒檸檬茶佢嘅周界。不過咧，如果要去揾長同埋闊，大家都係加兩次嘅時候，我哋其實可以有啲快捷啲嘅方法咧去計算嘅。我哋可以先將長同埋闊加咗先。由於長同闊都係出現兩次，一次、兩次，所以咧，只要將佢乘以2就可以㗎啦。但係咧，如果倒翻轉，我俾咗長方形嘅周界你，如果呢個圖形嘅長方形周界係50 cm， 但係我唔知道佢嘅長度，淨係話俾你聽佢嘅闊度係5 cm 嘅時候，咁可以點樣去計呢？首先，周界意思係代表圍住圖形佢嘅長度。由於呢個圖形長同闊出現咗兩次，一次、兩次，所以咧，我可以第一時間將周界分返兩份先，除以2，咁我就可以咧揾到呢兩個加埋嘅長度。但係我淨係想要長度嘅時候，咁我就要將佢減返呢一個嘅闊度，咁我哋就可以得出咧長方形嘅長度啦。如果調返轉，我俾咗個長方形嚟，我要同樣地，佢嘅周界都係50 cm， 我淨係俾咗佢嘅長度係20 cm， 闊度我又唔知道喎，可以點樣揾呢？同樣道理，由於長同闊出現咗兩次，所以咧第一時間呢，我就將周界分返兩份先，然後減返長方形嘅長度，我就可以揾到咧長方形嘅闊度㗎啦。希望大家都記得。咁我今日講嘅係咁多，多謝大家。